即係我同你講都呆咗啦。係，我唔係好識嘅，因為仲有嘅咩？呢個時間會儲啲 crypto 咯。當 Bitcoin 上咗去10萬蚊美金樓上嘅時候咧，當啲哥哥姐姐、阿公阿婆都話想買比特幣嘅時候咧，嗰個就係最危機嘅時候咯。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點子訪問咁簡單。今日咧就請到財子 O 上到嚟節目啦，係分享下自己投資嘅方法。Hello， 阿 O。喂 ，Hello，Yana 你好啊。嗱，我同阿 O 咧係呢一個電台嘅主持嘅拍檔啦，亦都係我嘅好好嘅前輩啦。咁我開始同佢相處嘅時候，發現啦，點解會叫佢財子 O 咧？真係有原因嘅喎，因為佢咧見識多廣之餘啦，亦都係身份多重啊。除咗係 DJ 之外咧，亦都係一個財經節目嘅主持人，亦都有出書添喎，所以你都係作家嚟嘅喎，非常之犀利啊！即係主要都喺呢個係筆名嚟嘅，其實即係主要都係愛嚟寫書同埋寫專欄嘅時候用啦，去區別開自己平時做一啲幕前面向嘅嘢啦，因為都好喜歡投資嘅，即係由細到大都有一個即係好想財務自由嘅心啦。即係特別細個嘅時候，爸爸破產就覺得理財對於自己嘅成長都係好重要。與此同時就係我係80後啦，當然依家冇乜人講80後呢個 term 嘅，依家講我就90後嘅。當年我哋啲80後成長又成日都會抱怨政府啊，即係冇乜房屋嘅支援啊，買唔到樓，上唔到車。咁我就成日都喺度諗，係咪應該一齊儲錢買樓上車呢？一齊諗一啲方法，自力更生去，即係一步一步達到財務自由之前，你要有自己嘅 property， 自己嘅住房需要先咯。咁我深信一樣嘢，其實即係你一路想周邊嘅嘢去幫你，其實都冇用啊！你自己都要學識理財，自己一步一步致富，去幫自己儲到買樓嘅首期。咁嗰陣時書商就睇到啊，都好有趣喎咁樣，咁就去support 我咁樣。Total 到目前為止出咗9本書啊，咁我成日都想出埋第10本嘅。咁我哋之後就密切期待啦。但係諗唔到，我諗唔到寫乜，但係唔緊要，仲有好多時間俾你諗。咁我哋下一集咧都會再講多少少關於你嘅成長背景啦，同埋心路歷程嘅。不過嚟到2026年嘅新一年啦，當然嚟個晒冷嘅時間啦，呢個真倉戰績回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25年你賺咗幾多 percent 咧？賺得最多係邊個範疇咧？好。2025自己嘅真倉其實咧我都有一個廣播專區嘅喺 IG， 咁啊由50人到100人，依家有700幾人啦咁樣，咁入邊都會 check record 到我自己真倉嘅一啲叫做投資嘅一啲方向啦。其實上年最刻骨銘心就係70零蚊到啦，咁啊買匯控啦，跟住到80幾蚊，跟住有啲朋友話喂走唔走啊？我話唔好走咯，上到90幾蚊，或者匯控會上翻紅底㗎啦咁樣，咁啊一路持倉，咁嗰25蚊由75到100蚊嘅匯控嘅持倉就得來不易啦。我知道好多觀眾朋友，我啲 fans 都用衍生工具又再操作啦，咁樣可能買啲牛仔啊咁樣，咁啊再令到個槓桿就再有個獲利嘅回報啦。咁其實到上年去到 Q4 嘅時候，第4季其實匯控已經上咗100蚊樓上，甚至乎騎到去110啊，甚至乎早幾日127啊咁樣啦，即係呢個都係匯控嘅走勢咯。即係我睇到匯控就今年2026年都好大機會135啊，或者再上到有機會145啊咁樣。咁可能你會覺得哇，即係阿 O 天方夜譚啦咁樣，但係當年即係大家60、70蚊匯控嘅時候，都叫大家可以試下叫做多啲去研究啦，多啲投入一啲資金落去。點解呢？其實3個原因嘅啫。咁匯控其實北美個bad debt 即係個壞帳又有所改善啦。咁第二即係同內地嘅關係又理順得比較好啲啦。咁第三，依家連最大嘅隱患就係連私有化恒生都搞掂喎。咁有咩會 trigger 到匯豐再 come to worse 咧？咁我見唔到一啲太差嘅一啲負面因子，咁就往一啲 good factor 去分析呢隻股票。咁匯控係其中一隻啦，咁第二隻就係阿里巴巴啦。咁好多朋友都話喂，阿里巴巴到咗嗰個價錢走唔走？我話唔好走啦，繼續睇好啦，再持有啦。咁果之然上年其實
大家仲係諗緊Nvidia 好叻啊，或者台積電好叻嘅時候，咁阿里巴巴都有好多嘅消息出嚟，甚至乎有一個消息話自主研發芯片。係咁呢個都係今年以至上年比較睇好9988阿里巴巴嘅一個原因啦，咁樣。所以都係港股為主咯喎，係嘛？美股都有㗎，係可以講美股啊。可以咩都講得。係咩？美股 Nvidia 咯，比較容易啲去睇，同埋即係美股我成日有啲pattern 嘅。咁譬如感恩節之前，咁大家都會消費啦。咁嗰幾大嘅支付工具，譬如 Visa 啊、Master 啊、AE 啊，咁嗰啲係每一年Thanksgiving前都會升，一定會用嘅係。Thanksgiving 仲有一隻會升嘅就係 Dominic Pizza 咯，因為其實佢哋 house party 同埋你翻去屋企即係做節啦，即係外國人翻去屋企做節咧，每次嗰啲時間咧，你睇係好明顯嘅。Q3 到 Q4 咧就會谷起Dominic Pizza，就嗌 pizza，又方便，總有一間在附近啊嘛。係啊，同埋呢啲可能即係好生活理財嘅嘢啦，但係可能。觀眾朋友可能覺得哇，梗係要問下 Nvidia 點樣睇啦 ，Tesla 點睇啦，Alphabet 點睇啦，甚至乎其他芯片點睇啦，或者潔淨能源點睇啦。其實我美股啲倉咧好悶嘅，真係好悶。我自己都覺得自己美股啲倉係真係相對比較悶。當即係好多年輕人炒嗰啲嘢，其實我都係即係啲人係納指多啲㗎嘛 ，Nasdaq 多啲。我係Dow Jones多啲嘅，我係美股種倉，我係道指成分股多啲嘅咁樣，咁可能亦都因為自己隨年漸長啦，即係你叫我捱更抵夜去睇美股，哇睇到咁挫咁恐怖嘅話，咁我都想有個優質嘅睡眠質素。明白，頭先都講咗幾個你睇好啦，或者賺咗嘅股份啦，有冇一啲年度最魚投資咧？譬如你覺得好肉赤諗起，或者係好搞笑嘅，又同我哋分享下獲得嘅經驗係啲咩咧？有啊，上年季尾嘅時候都 IPO 上㗎嘛，IPO 上市就有好多都第一日就已經升咗好多啦。係。咁有一隻就第一日升咗好多。我就走咗，跟住之後佢就再升，跟住之後佢又再升。其實情況因為嗰隻股票已經冇咗，咁我都連佢個名都好無情地唔係好記得。我覺得大家唔係好需要對啲 IPO 好留戀嘅，即係譬如比方說喺2026年 Q1 有一隻叫 Minimax 啦，咁我好記得嗰一日就係 Hong Kong Open 嘅時候，我喺維園睇緊阿 Coleman 黃澤林打網球咁樣。咁跟住大家喺個group 入邊，或者喺其他講股票嘅朋友仔都會講話，哇 Minimax 哇又上啊！即係唔知350幾上到390幾，390幾最後收市上430幾啊咁樣。其實我370幾已經走咗咯，因為我覺得佢影響住我睇波嘅心情。咁但係430幾都未到頂喎，跟住到收市之後第二個交易天再爆上去咯。咁我成日覺得即係叫做投資股票咧，唔係蝕錢傷心。我覺得 maximize 唔到個利潤或者賺少咗咧，我好唔開心。係啊，但係你估唔到喎，好多嘢都係咪啊？我知，但係其實你可以認真啲坐喺屋企，認真睇下啲，即係再做下 research，睇下係咪坐耐啲啊，睇下啲貨擲晒邊啊。即係其實 IPO 即係新股都係炒供求啫嘛，係。即係有機會你可以學習下。我想跟你學習。單單係佢超購幾多就係一定係好咯，咁入邊都有啲 technique 嘅。咁你獲得咗一啲嘅經驗啦。咁有冇話你每一年嘅年頭都有一啲固定嘅儀式，或者要提自己嘅嘢，去重整翻自己倉入面嘅投資組合呢一啲嘅方式嘅咧？會啊。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好。我未做呢件事，但係我會做呢件事嘅。咁我會將自己個 portfolio set 做4等份啦。舊時係3份嘅，依家多埋cryptocurrency 嘅一個叫做 assets 嘅 arrangement 啦，即係一個資產嘅 arrangement。因為你會見到過往即係無論係以太以至 Bitcoin 咁樣，都依家係處於一個熊市嘅，即係好多crypto 人都會話依家係crypto 嘅熊市熊一咁樣啦。咁我覺得熊一你又未知幾時係熊二熊三，而
我自己咧就會呢個時間會儲啲 crypto 咯，因為好得意㗎。當 Bitcoin 上咗去10萬蚊美金樓上嘅時候咧，當啲哥哥姐姐、阿公阿婆都話想買比特幣嘅時候咧，嗰個就係最危機嘅時候咯。反而你如果可以了解到，其實2025年 Q4 到依家年頭，其實開始冇乜人再講 Bitcoin，冇乜太多人講 Ethereum 嘅時候，我覺得係大家可以試下儲翻一個倉位嘅時間咯。因為大家個 thinking 都喺買黃金啦，話金又唔知幾多破頂啦。嗱，我唔否定大家買黃金，我亦都覺得黃金嘅趨勢都幾靚仔嚇。但係我覺得你個 portfolio 要全面啲咯。即係唔好當 crypto 升嘅時候，你冇跟住你就高追入去，跟住 crypto 打翻落去，你又要坐艇，咁就好不忍嘅。我覺得。另外就係有啲進取啲嘅股份啦，即係譬如IPO 嗰啲，我就歸類為一啲進取啲嘅股份。甚至乎呢兩日，譬如芯片股做得好好喎，咁可能你會審少少落去芯片股，或者嚟緊低空經濟或者機械人可能內地有相關嘅法規有機會出台喎，咁可能有一波嘅炒作，咁我覺得呢啲就係 aggressive 嗰個 pool 啦。咁有一個極保本嘅 pool 咧，就係真係買完啲股票，月供又好或者自己買落去就等收息咯。高息股啊？係啊，譬如中移動咯，係。咁3個範疇你而家講咗。係挨緊6、7厘息，咁我覺得係舒服啦，亦都即係拍攝當天就差唔多去翻10日高位咁，其實都算係幾靚仔下嘅一啲股份咯。頭先講3個範疇，咁仲有一範疇係咪就係現金啊？定係儲錢咧？仲有一個範疇就係房地產投資。係啊！咦，咁呢 part 我哋陣間又可以講多啲喎，係啦，係啊。咁不如我哋又講下26年嘅展望啦。有冇邊一類嘅資產或者板塊你覺得係應該繼續持有？邊一類咧就唔好再掂佢啦？使唔使好大膽講啲完全 underdog 或者可以洗耳恭聽啊？其實我冇㗎，冇呢啲股份，我呢啲都係好穩陣。都係穩陣啲係嘛？咁你推介俾大家邊啲板塊應該穩陣繼續持有啊？推介又唔敢講，分享下啦。我今年年頭嘅時候加咗好多航空股嘅倉，無論係南方航空啦、國航啦，以至係國泰啦，咁都加咗好多倉嘅。點解一睇好旅遊業？因為內地航班咧，就係內地嘅航空公司就係因為受惠在岸同埋離岸人民幣嘅匯價夾翻高咗啦。因為美元走弱啦，又調翻轉頭，咁呢個相對強弱嘅概念，我估睇得嘅觀眾朋友你都好懂咁樣。咁人民幣夾翻高啲，咁你買機票都係收人民幣噶嘛。咁呢個就會直接對航空公司個有一個比較大效益嘅一個利潤喺當中啦。第二就係空域嘅問題啦。今時今日咧都仲係好多由廣東啦，甚至乎你香港啦飛去北美嘅機咧，得我哋先係 exclusive 可以飛到俄羅斯上空嘅空域。係啊，我以為完全唔可以再飛添。我哋仲有機會飛，好叻㗎國泰，係啊，我哋好驕傲啊，香港人嘅航空公司。仲有一啲嘅內地航空，咁因為國泰啦嘅同內地嘅關係又越嚟越好啦。咁與此同時就係內地同俄羅斯嘅關係又好友好啦。咁所以佢就會俾我哋飛到一個空域過去北美嗰度咯。因為你留意翻有啲朋友仔，譬如話北美嗰邊，譬如比方說加拿大，咁其實加航咧已經好耐 block 咗，唔俾直航嚟香港咯。即係香港亦都唔可以直航飛多倫多咯。係啊，咁變咗呢一類嘅航班，你唔好睇少。其實每一日當國泰有2班機係可以直航飛多倫多，其實可以賺到成個廣東省以至好多地區嘅一個 premium 咯。係咯，咁其中一樣嘢啦，即係我睇好同埋國泰早1-2年其實已經有翻個盈利基礎，同埋佢上次個業績已經係虧轉盈㗎啦。咁今次有冇機會增加個季度年度派息咧？咁派息比率有冇機會上升咧？呢啲都係我覺得我會睇好啲
國泰啊，以至內地航空公司一個狀況咯。因為航空股都真係冇乜人去關心同埋冇人講嘅，因為我哋拍呢個片就比較時效 long last 啲啦，即係就唔會話喂70騰訊幾時先上翻700蚊啊？上到700蚊嘅時候有冇機會再拆細啊咁樣？咁呢啲就交俾即係平時呢個平台其他評估人啊，係啦，呢個平台其他嘅金融分析師或者其他 analysis 去講啦。好啊，咁各位觀眾又可以留意下航空股啦。咁另外一個2026年嘅大主題咧，絕對會係 AI 啦。咁你覺得 AI 嚟緊一年咧係應用變現啦，定係真正嘅泡沫咧？我覺得我都唔識估喎。其實呢個真係我比較唔叻嘅一個範疇咯。因為我哋到呢個年紀唔可以好抗拒 AI 啦，但係我哋又擁抱 AI 嘅過程之中，又好似突然間會有啲嘢異軍突起咁樣。因為 AI 就係講緊嚟緊無窮無盡嘅想像咯。你想唔想像得到有一日Apple Intelligence 係會取締晒所有嘅 GPT 嘅嘢？其實佢可以嘅喎，即係 Apple 係可以完整吞併晒所有嘅 APP 嘅喎，可以。即係你淨係同 Siri 講一樣嘢，Siri 幫你 gen 翻你平時喺GPT 啊或者其他騰訊元寶啊嘅一啲內容都得嘅喎。即係你唔需要有任何 app 嘅，其實一個 app 取代晒所有嘢。係啊，因為呢個其實之前 Elon Musk 可能已經講過啦，就係話你一部手機入邊有一個 intelligent 嘅嘢，而佢已經可以食晒所有咯。佢意思係集百家之大成咯，有機會係。咁聽咪好多機會咯，應該都係幾好啊，幾看好啊。我睇到一個有趣嘅觀點，唔知會唔會發生啦？係咩咧？你有叫美團㗎嘛？美團係咩平台嚟啊，Yen啊？唔係外賣平台咩？外賣平台啦，外賣平台啦。係啦。咁呢個外賣平台咪俾你食到pizza 啦，食到炸雞啦，食到點心啦，叫到咖啡啦。係。有冇機會有一個 AI 嘅平台？呢個平台入邊，你只要撳入去，佢包含咗 A 呢個 AI app、B 呢個 AI app、C 呢個 AI app、D 呢個 AI app，只要有一個人可以做到一個 AI 嘅平台經濟，咁可能又係一個唔係各自為政嘅對立式嘅割喉式嘅競爭喎。咁呢個都幾特別嘅觀點，即係你想像 IG 啊、Facebook 啊嗰啲全部變晒同一個 app 啦。其實而家都係啊，其實你 Facebook 同埋 IG 同埋 Face 其實係一個系統嚟㗎嘛。係啊，即係都係佢。係咯，即係等於有啲人會買 X 咁樣，即係有啲有錢人會成個 Twitter 買咗翻嚟叫 X 咁樣，係啊。所以大家可以試下想像下，我就唔敢落任何主腳㗎。其實 AI 真係好無窮無盡，我覺得亦都好老派啦。我細個嘅時候都聽過一啲股評人講話，哇！電能車唔可以取代入油嘅車㗎，你唔通真係成個人入去叉電等1個鐘頭你先揸咩？咁你香港依家10多年過去，咪又係好多電能車。咁但係佢又亦都真係唔能夠完全取替晒電車嘅。係咯，點都要啲時間嘅。係啊，所以我覺得科技嘅世界真係 never say never 咯。你每講一個注腳咧，其實都係俾人哋叫做嗰啲叫咩啊？尋古啊、懷古翻出嚟咧，啲人就會笑翻你當下。阿 O 講 AI， 你咁樣講，係邊度識啊？咁樣咧，好難預測未來。其實答呢個問題。咁不如我問得實際啲啦。你嚟緊2026年會唔會買 AI 股？我本人持有 Nvidia 即係之後都會再繼續持有，同埋會唔會再買下其他嘅，譬如機械人啊、晶片股等係咯。Nvidia 已經係晶片股啦。本人持有 Nvidia 即係其他嗰啲暫時都唔諗住啦嘛。係，本人持有 OK， 明白。好，咁有冇啲投資者係你覺得需要去留意嘅板塊，但係可能冇乜人講過嘅咧？頭先航空業其實講咗啲㗎啦，仲有冇其他你又可以講下咧？我覺得今年2026年呢，係香港有機會做得好嘅一年嚟嘅。我好記得10多年前呢，我有一段時間呢，好投入買一啲香港嘅工業股啊。咁其實上年呢 Q3、Q4 呢，已經有幾隻咧香港嘅工業股呢，係做緊個revolution。德昌電機呢，係我舊時咧好細個好中意買嘅一隻股份嚟嘅。咁點解咧？因為派息高，同埋香港企業啦。咁本地企業成日都講一樣嘢，本地企業其實你話佢好 mean，其實對啲員工都幾好嘅。
跟住咧你話佢好 mean，其實香港啲企業家做生意都好叻嘅，好精明嘅咁樣。咁德昌電機上年 Q3 Q4 就有啲印象之中自主研發啲機械人啦。咁股價咧，你可以睇翻德昌電機嘅圖表斜線上啦。咁我喺度尋找緊有冇下一隻即係香港第二隻德昌電機可以升得咁亮麗啦，由香港做 base 嘅，跟住可以走到去大灣區，走到內地，以至係可以出海嘅，可以將個技術含量升華，跟住再去貢獻整個東南亞嘅咁樣。咁我仲揾緊。有冇啲 target 嘅目標啊？有嘅，不過都係唔方便喺呢個平台嗰度講，因為我驚我講咗咧，真係好刺激到，因為一工業股咧，香港嘅工業股咧，啲交投好低㗎，until 佢出消息先會升得好離譜咯。即係我同你講，香港工業股你都呆咗啦。係，我唔係好識嘅，因為工業仲有嘅咩？少少點都有啲嘢。可能你話，喂板塊你點都諗到，喂一係 ATMXJ 啦，跟住航空股已經好冷門啦，可能即係你其他嘉賓都未必會講。你頭先講房地產其實都好冷門，不過陣間又可以再講下。即房地產我唔覺得冷門。係啊，大家好似都唔係好睇好咁嘛，因為而家內房差啲，內房真係千瘡百孔咯，我都唔夠膽去講，因為內房債以至內地嗰啲去庫存，其實你諗下，即係珠海啲樓成日同你講蒙山60萬有一層樓啊，跟住過多2個禮拜佢會同你講40萬一層樓，佢又話睇到江邊，又話唔知又隔離港珠澳大橋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走到大灣區或者喺個廣東省多啲嘅遊歷，你又會知道內地個房地產個狀況係點。好啊，嚟到最後一題啦，就係2026年，相信我哋都有啲新年目標啦，可唔可以講下你嘅一個關於投資嘅願望係點樣咧？投資嘅願望，我想喺中東嗰度再買下啲 property 哦，講緊你頭先就係中東嗰邊嘅，唔係內房。早1-2年咧，其實都同啲中東嘅房地產接洽過，又去考察過1-2次啦。咁我覺得中東市場嗰個 synergy，因為佢可以用 USDT 同埋 Bitcoin 去買房，買完房之後可以合法做 Airbnb。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你既 own 到 property 之餘，你仲可以有一個現金回籠咯，同埋特別係杜拜同埋 Abu Dhabi 啦，佢唔會有一個資產增值稅去收你嘅。咁我覺得都幾好。第二就係你投咗啲錢落去 Abu Dhabi 或者 Dubai， 其實好容易就會有一啲黃金簽證可以做得到咯。好啊，咁我哋留待下一集啦，再同各位觀眾分享啦。呢集時間又差唔多啦，新一年啦，祝願大家啦投資繼續升咧，我哋下集再見，拜拜。